你賜恩侶。如果你好想神嚟到改變你，你舉起你嘅手話俾阿爸父聽。你同我哋呢位天上嘅父神嚟對講，神啊，我係幾咁軟弱，我係幾咁無助，但係主要因為你呢份愛，魔鬼好想成日偷走我呢份嘅信心同埋盼望，就係因着神啊你嘅吸引，使我知道我係有盼望嘅，我知道你會幫助我去經過，去勝過一切嘅困難。全憑主愛大能。哈利路亞！你舉起我哋嘅手，哈利路亞。抱緊我，你愛常在我身邊，使我緊緊去靠着你。如鷹一般的高飛，因心知他愛我，聽我每次祈求，扶持我向前行。我哋一齊舉高我哋嘅手，我哋宣告：神啊，讓你嘅話語炒緊我哋嘅心，神啊，讓你嘅愛吸引我哋每一個人。喺呢一刻，我哋獻上我哋嘅生命，讓你嘅話語潔淨我哋嘅心思意念，以致無時無刻我哋嘅生命能夠見證你嘅聖名。哈利路亞，哈利路亞。我展翅如鷹一般的高飛，因心知他愛我，聽我每次祈求，扶持我向前行。因心知他愛我，聽我每次祈求，扶持我向前行。神啊，我哋多謝你。